日今中昼11:47，嘉义台南地区发生规模4.9的地震，这上大震度，台南、嘉义拢来到4级。地震中心表示，讲未来3天内可能会有规模4以上的地震尾。若讲到昨半暝2点左右呢，这花莲秀林也发生规模4.9的地震。地震中心是推论讲，甲去年4月初3的大地震应该是无关系。头前的荧幕熊海甲真厉害，伫个关电西拉亚国家风景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是惊一个赶紧徛起来看国家级的警报。拜四中昼11:47，台南关电发生瑞士规模4.9的地震，上大的震度伫台南市甲嘉义县有甲4级，地震的深度是7.3公里，甲大部地震离较远，初步研判是独立的事件。那这个地震发生的成因就是刚刚提到的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大陆板块碰撞造成，然后它的应力会传递到西部，造成这个西部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地震发生。我们会判断说，在未来的3天，有可能会有规模4左右的地震。4月初3花莲大地震满1年的这天，除了嘉南地区，拜四透早花莲嘛发生瑞士规模4.9的地震。全台湾13个县市拢感受会到。地震测报中心研判，去年4月初3的大地震，地震的序列已经结束，这个是独立的事件。一直到最近的1月、2月，它的余震的个数已经递减到将近20个以下，所以它的地震的余震的个数已经慢慢趋近于背景值。毋但是台湾，日本宫崎外海嘛同款伫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板块的地震带。拜三暗时11点外，日本宫崎外海发生规模6个地震，上大震度是4级。地震中心伫台湾半岛东边的海域，加在无引起海啸。未来30年，它那个发生的这个几率还是维持今年1月1号的75%到那个82%。那简单讲，比较好记的就是80%。缅甸大地震了后，气象署并无观测到国内地震有各样的情形。虽然咱台湾是第一开发生地震的所在，民众若拄到地震，嘛已经感觉真肃常。不过专家提醒，防灾的准备要是来做好，才会当甲灾害的威胁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